这是左永强先生的术后的一个 CT。我们今天种植的是左下颌的7号牙，它右下呢在外院种植不久，还没有做上期的2期修复。我们左边相对来说我们骨头条件是比较好的，所以我们在术后就直接上了愈合基台，就减少了需要做2期的一个2次创傷，整個修復時間也會稍微短一些。冇咗牙，冇咗好多年啊，諗住做埋佢啦，因為爭隻牙食嘢冇咁方便啊，種咗牙食嘢方便啲啦，如果唔係就冇咁方便。好耐以前咧就香港種嘅兩隻，咁就好貴，25000，咁收尾咧就落嚟深圳種牙啦，咁就啲牙就平好多。其實咧我未嚟種牙嗰陣時咧，未嚟登記嗰陣時咧，我已經介紹咗個朋友嚟呢度噶啦，嚟過姓蘇噶，呢個男士嚟嘅，已經介紹咗一個啦。醫生嗰個手術，佢可能工多藝熟啦，好有經驗啦，咁啊好快就幫我搞掂咗。